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 Leo 啊。今日咧帶大家睇一棟新建好嘅自建別墅啊。嗱，呢度咧係屬於五桂山嘅，你揸車咧係10分鐘到就可以去到東區。嗱，我哋睇嘅就係呢一棟啦。佢呢度咧幼兒園到中學都係1公里之內㗎啦，好近嘅。佢呢棟嘢咧單邊位嚟嘅，附近咧三面環山，全部係新建呢啲自建別墅嚟嘅。我哋入去入邊睇下，佢佔地係140方嘅，但係咧實用咧係去到200方度嘅佔地。嗱，花園就係咁啦。入嚟咧玄關位，佢首層咧係去到4.2米嘅，4.2米，第一層高。呢度有個中空客廳，一樓咧一個公衞，廚房喺呢個位置㗎啦，飯廳、電梯位都係留好㗎。而家業主嗰邊係放380個，而家上到2樓啦。2樓係得一個露台同埋一個套間嘅，一個套間。佢2樓到4樓咧係層高咧係3.5米，一樓係4.2米。而家我哋上到3樓，3樓係有2個套間同埋一個大露台。300幾個喺市中心位置，可能只可以買到嗰個大平層，但係咧喺呢個位置，你可以買一棟自建嘅別墅，有天有地，停車又方便，入市區咧都好近。4樓都係2個套間㗎啦。